仔日下礼拜事奉，感谢阿老主，阮今仔日好的天气，引带兄弟姊妹脚步来到主的圣殿做敬拜阿老主。阮献上阮的心，献上阮的恳求，求上帝你阿耳空听阮所恳求的声，也希望教会的福音，希望老主的福音，主，阮感谢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之名来求。这时阵咱来唱圣诗，咱来唱第一首，今仔日礼拜要吟的圣诗281首，上帝即时临在。唱歌来学了308首，阮要唱歌来学了。我要唱歌来学了，学了上帝奇妙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了，学了上帝至圣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了。学了耶稣无边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了，学了耶稣尊贵的名。伫你出来的所在，直到你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主啊，伊要信实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哈利路亚！好，伫主听内面，咱拢正做一家人，咱要做伙三角来敬拜上帝，咱做伙起立来吟，咱拢正做一家人。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正做神，因为耶稣你革命，因为耶稣咱有格外的人生。将天将手主我命，看伊给。因为耶稣奉献三亚之属命，咱拢正做一家人，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当
时欢喜当饮食，有时苦痛当伤悲，因为耶稣三工艰苦三工年，因为耶稣当敬拜，因为耶稣望主爱，因为耶稣彼此分主三关台，有时欢喜当饮食，有时苦痛当伤悲，因为耶稣三工艰苦三工年。因为耶稣，咱做伙欢喜吟诗；因为耶稣，咱做伙来互相彼此扶持，三艰苦三甘甜。愿咱会当听起救主疼痛的声来求君主。救主疼痛的声，我着欢喜来听。你保我瑞心后悔，救我罪人性命。主，我来求你，我搭救君你，因你所留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救主听痛声音，我着听着你心。当我最最受的世界，听我实在真情。主，我来求你，我搭救君你，因你所留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救主叫我纯情，我着听他命令，在我乱了快乐使用，予我为你加成。主，我来求你，我搭救君你，因你所留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救主叫我警醒，我着祈祷无停，着叫你来受主的爱，直到真理天定。主，我来求你，我搭救君你，因你所留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主，我来求你，我搭救君你，因你所留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主，我来求你，主，我来求你，我搭救君你，因你所留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请坐。愿主的保血洁净咱，互咱脱离罪，伫信仰的内面来得到自由。来，邀请主来住伫咱的内面，你要住在我里面。你要住在我里面，我就是你的
苦中，拯救保守你的神。你不要惧怕战兢，我必要伸手帮助你；更不要害怕，我必牵住你的手。你在幕府中，我以你名拣选了，你是属于我的，属于我的，我是你的全能神。我要把你看为宝贝，极为尊贵的儿女。我是爱你的神，你的耶和华。你要住在我里面，我就是你的全能神。一切患难痛苦中，拯救保守你的神。你不要惧怕战兢，我必要伸手帮助你；更不要害怕，我必牵住你的手。你在幕府中，我以你名拣选了，你是属于我的，属于我的，我是你的全能神。我要把你看为宝贝，极为尊贵的儿女。我是爱你的神，你的耶和华。你在幕府中，我以你名拣选了，你是属于我的，属于我的，我是你的全能神。我要把你看为宝贝，极为尊贵的儿女。我是爱你的神，你的耶和华。愿主接纳咱，真做伊的囝儿，伊牵着咱，互咱毋免惊吓。咱三个来祈祷，愿爸上帝，你找圣神，你找主的灵来点伫阮的心内，互阮真做你宝贝的囝儿。主，阮知你是用独生圣囝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赎回阮，互阮重生甲爸你三甲过好。爸啊，主啊，你来听阮。主你来接纳我，虽然我伫这个世间拄着真侪忧虑、烦恼、艰苦、悲伤，主啊，你的圣神就来安慰我，你的圣神就来扛架扶持我。恳求主你帮助，互阮活伫这个世间有气力、有勇气，行人生的道路。阮有时会拄着跋倒，阮有时会拄着挫折，阮有时会拄着恶担当的事。但是主你用你的平安来扶持帮助阮，恳求主你听你所竞选的囝儿，阮今仔日圣殿的内面充满着圣神的气力，愿主你带领引带，也看顾阮的教会，阮经历虽然风台，总是阮相信主你掌管。阮伫顶礼拜，阮有出去传福音，阮有福音的暗会，阮也有家庭的探访。感谢主你，互阮每一个脚步踏伫即个土地，主啊，那亲像传好福音的好消息的人，伊的脚脚是遮尔啊水。愿主你纪念所有的兄弟姊妹，因参与伫即个中间，主你施恩赐福。愿献上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备办心，今仔日的礼拜。
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是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摇动。我的拯救，我的阳光，是在地上帝。我的快乐，我的石盘，我的闪避的所在，也在地上帝。请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咱这是三角来吟诗，来学了咱的天父上帝。请咱来吟圣诗281首，新圣诗281首，上帝即时临在。请咱大家起立来吟全首。请咱三甲同心来祈祷。慈爱的天父上帝，全能的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是万军之耶和华，你是福气的源头。主，你也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真神。主，你创造了天地，创造了宇宙万物，也掌管着全世界。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世上所有的人。主，我们感谢你日夜的看顾照顾我们，无论是晴天、雨天、台风天，你都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和慈爱。这丰盛的恩典、慈爱是何等的宝贵，是何等的美好啊！主啊，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都可以成为一家人。主，我们感谢你。正当我们泸州教会在庆祝150周年的时候，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做工，带领韩国3一教会的短宣队们来到泸州教会来传福音，来传扬主你的爱。主啊，这是何等美好！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我们的大牧者，你是
我们所唯一敬拜、所依赖的真神。主啊，我们渴慕来听你的话语，求主你来喂养我们，因为主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你的圣经的教导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耶和华口出所有的一切话。主你讲，人活的不是简单靠食物，是要我靠主你的嘴所出一切的话。主，阮就将阮今仔日韩国传宣的主日礼拜完全来交托伫你的手中，恳求主你圣神充满伫阮当中，也祝福阮伫个礼拜平时所有的服侍，拢有主你的同在，也帮赞每一位同工，纪念阮所做的事工，有主你纪念因，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子名来求，阿门。这是请咱圣歌队来献诗，今圣歌队所要献的诗是：咱向前伫上帝的光，咱向前伫上帝的光。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谢主。就是请咱同齐起立，咱要来做信仰的告别。信仰的告别，好，再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自在。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咱的主，伊对圣性投胎，对着受麻痹而死，伊本着着道应来受苦，并是个死埋葬的因父，第三日对死人永活我，上天当时全能的上帝的话语，要对咱来生活活人到死后，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上通，罪的赦免，肉体的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多谢。请一起来补念K 应文，短短的起应24篇，K 应文24，K 应文24。新鲜是后壁1041，K 应文24。全地啊，着对上帝欢呼。着唱俄乐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伊是创造咱属伊。着用感谢进入伊的圣殿的门。着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伊的慈爱永远伫地。阿门。所以咱来共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彼得前书第5章，彼得前书第5章，彼得前书第5章，咱要伫第6节看到第10节，大家看我来读。所以，着家己添比伫上帝大快乐的手下，互伊到时成个恁。恁用凡所挂虑的交托伊，因为伊关心伫恁。第8节，着节制，着警醒。恁的对象就是魔鬼，亲像好会使四界行，在找所通吞食的。恁对神坚固着比等伊，在恁正兄弟伫即世间也经过即样的苦难。第10节，佮万项恩典的上帝就是捌伫基督了恁，得着伊永远的荣光的。恁暂时会受苦的了后，家己要互恁照常、坚固、勇行。以上。这是请咱敬听的国成牧师来讲道。今日国成牧师所要讲道的题目是属灵的秘密基地。属灵的秘密基地。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热天会当讲是有史以来上介热的热天，上介热的7月，愿主施恩帮助，伫咱的天气面对极端的气候，每一个人还佫会当承受会了。愿上帝帮助，愿主施恩带领引带咱落去教会，互咱进入第150年。咱用接待短宣队来回应马街宣教的热情，甲伊的信心。感谢主，因有几个家庭4个小朋友参与即个短宣的任务，挑战做细囝，
应该是爱甲因讲诚实的吼，因为第一届办即个活动，我无料想讲4到7岁囡仔的体力甲伊的能力一时用行的行到家庭探访即个路程的过程拢有足侪小插曲吼。前面走得很快，后面变得很慢这个队伍就拖得很长。在有咱的东港产务一个带队，一个压阵我拢行伤紧我已经行到已经行到国泰世华才还袂出发，所以已经要过第2红青灯所以有这个情形出现，因为囡仔无考虑到囡仔的情绪，无考虑囡仔当时的情形搁因为顶礼拜风台有时好天，有时落雨所以要出门的时拄着落雨伫遐穿雨伞，伫遐举雨伞穿雨伞囡仔就伫遐有一寡圣地讲我不要出去了，不要出去了，那怎么办？无做遮的时刻，但是遮拢真做咱以后要继续承接的经验，互咱一届比一届会当搁较进步，会当搁较好。昨昏有参加暗会人请举手，感谢主拢伫遮好来昨昏互咱真感动的暗暝。我想因嘛是做52届才有安尼的一种的成就，也是一种的成果。所以每一届拢会当改进。我会记得阮第一届时阮爱为屏东的茶城开福音车，怎样教会阁无福音车？爱迄共借2台的9人座的车，买多少？较早上帝拢有备办。我出一台车，我家己的车，可以共借一台9人座的福音车。迄台嘛毋是福音车，迄是拄读新南院的时有一个有一个牙医师伊去旁听甲阮做共班。了后毕业了有保持好的联络，伊拄好有一台9人座的车，伊讲牧师，伊讲传道师恁以后去牧会有需要，我即台车便借你，拄好借迄台我会记得是Mitsubishi Space Gear，迄个年代搁请一个司机呢，我一个人嘛无落开2台呢，大概搁叫一个学弟先来说讲你来斗开安尼我记得阮为屏东茶社开去到凤山教会，安尼外远带高雄人嘛无一定定定去垦丁了后去甲因载来到车城的时候，已经暗时8点外，要10点外。我还记得迄年的寒假，因拖着行李伫咧四重溪教会的兄弟所开的马场，马场有宿舍，有那个民宿。我还记得10点外，因拖着因的行李去房间。那个印象我到现在都还很清楚。不过不过到第3届了后，伊讲毋免麻烦团队师来因已经家己会当请游览车家己落来。我着省足侪体力。结果迄天第一届游览车到结果因的行李安怎？notebook 袂记你摕啦，车已经回头我紧开车去叫到底，为车城叫到房山，叫到红港这个你们再去，可能你们地理比较不熟当然我是很熟啦差不多搁开，差不多要到半点钟较叫到车，紧甲伊插来，电脑伫咧顶面愿上帝使用帮助咱，互咱伫短选的内面嘛有真好的学习，嘛看到遮个囡仔有上帝安排，有遮个囡仔对他们从生疏到熟识，所以我拢鼓励即届有亲子的家庭，恁来带恁囡仔做伙出来互动，透过遮个囡仔互动，因虽然这囡仔虽然细汉，但是因家己会晓有家己的语言。我囡仔转来了后，伊晓讲2-3句韩国话咧，毋是我家教的，毋知去，毋知影学的所以看到遮个囡仔，我想对因有记忆开始，因遮个生活的经验会伫因的脑海内面，成做伊生命的根基甲根本。有的教会短选是真很慢热的所以人要走才熟今日第几天？今日是第5天，因妈一透早就要离开所以已经剩无24点钟的时间有的真紧就熟悉所以咱伫街头有传福音咱有看到讲
因带遮个囡仔无方便的时，就是像安尼吼，囡仔去到文良乡吼，都躺平了，吼要暗时对国祥长老因兜要转来吼，就看见讲囡仔已经困了，行到一半困了，因就爱甲爱吼。我想因遮个家长吼，对因来讲，这嘛是因伫宣传福音的训练。咱搁转来讲回应马街宣教的热情甲信心，就是讲马街传福音，伊嘛会拄着真侪的艰难的事，嘛有真侪困难的事。传福音宣教拢毋是足平顺的，有足侪困难。伫困难的内面，安怎透过着信仰来经验主的陪伴甲引带？遮个囡仔伫房间咧佚佗的时，因一开始嘛分辨，但是到第2天、第3天就开始慢慢熟悉。伫街头开始传福音，有去到街头传福音的人就知影讲，你可能分10个人，可能5个人是甲你拒绝的。总是透过这拒绝的中间，咱帮助咱，因为马街内嘛有真侪人甲伊拒绝。所以咱爱用祈祷来找求主的同在，用圣神来引带带领咱传福音的路。7月29号，我一透早爱去参加中职的训练。我10点20，我有带林牧师甲查某囝转去牧师馆了，我搁转来教会，看到因伫1楼。我伫1楼听到因伫2楼咧祈祷的声音，所以因是最后还搁伫遐咧暗祷。这嘛是咱所学习的。圣经甲咱讲，若无传福音，我就有灾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即几天真感谢侪侪兄弟姊妹愿意出来陪伴、出来参与。咱知影讲伫即个所在要传福音，咱爱装备家己。咱用行才知影讲即个路毋是遮尔简单。当然有上帝的陪伴，因为有人嘛是看到传单伫昨来到咱的中间参与着暗会，嘛有人是透过朋友的邀请，所以咱每一张福音单，每一届的邀请，上帝已经看过，因为你已经胜过即个灾厄。即届底选，咱拄着风台，透过咱祈祷，上帝听咱恳求的声，咱嘛有行军的祈祷，感谢主，互咱。拜4甲拜5是足凉的，所以行伫街头的时阵，哇，迄个风哇有够凉的。迄个风原本是爱将树仔吹倒的风，是爱将空棒吹落来的风，但是迄风竟然是足凉的。伫迄三民路，哇，迄阵风安尼吹来，我真正感觉讲遮尔凉快。所以上帝，咱经验着上帝的手，上帝的大力，甲正人的祈祷，因为祈祷所求的超。为咱所料想的事，上帝照伊的心意来成全。我会记细汉的时阵，拢希望有一个秘密基地，秘密的基地，迄是上帝囡仔快乐的天堂。有个人有伊的秘密花园，有个人有伊的秘密菜园。咱的兄弟姊妹嘛，感觉讲，一个所在有种菜，迄个真侪你伫种菜，你甲遮的菜色互动。有个人有伊的花园。有个人有伊的秘密基地，到底属灵的秘密基地伫倒？属灵的秘密基地就是伫咱的心灵深的所在。即个心灵的境界只有你知。有人真爱吟诗，透过吟诗，互伊得到感动甲快乐。即个诗歌词，互伊感动，互伊快乐。有人真爱读圣经，圣经的真理就活伫伊的心中，伊的心灵就透过。圣经的扶持，真理的帮助，互伊的心有勇壮。所以咱心其实就是咱的秘密基地。即几日顶礼拜，咱知影咱的国家有汉光演习。为什么有遮个演习？是因为咱若无准备当敌人来时，咱就乖乖互欺负，还是互统治。所以军事甲地点拢真重要。所以，即个演习就是伫上界重要的所在，伫机场、伫港口。为什物遮个所在真重要？伊为什物无爱伫荒郊野外？较早战争是伫荒郊野外，即摆战争呢，拢非常的紧，
真紧就要家己牵照起来。总是咱知影讲，这真重要的地点，若向占领了后，你就失去迄个反击的能力你就失去迄个反攻的能力。所以咱的心灵真重要，咱的头脑真重要，咱的思想真重要。当这个物件你若无控制好，你互撒旦利用，你就变做一个互撒旦利用的人。我其实真欣赏新加坡这个国家，伊虽然真小，但是伫世界的排行拢真头前，包括因的机场嘛是世界票选上界水的机场。这个国家真小，但是伊的经济、外交、伊的观光、伊的机场，甚至伊的国防、伊的科技、伊人民的收入，拢伫世界算真头前。但是你看讲这个国家，遮尔啊小。所以这个国家伊虽然小，但是伊感觉伊真重要，所以这个国家伊建设伊家己。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讲，咱的桃园机场起好了后，新加坡的官员是来参观咱的桃园机场。讲恁的桃园机场，恁的中正机场，这10大建设有够水的迄阵因拢还袂有樟宜机场的，但是因转去了后，10年起一个航厦。10年起一个航厦，所以已经即摆要进入第5航厦所以你也看讲，哇，伊若感觉伊真重要，伊开始建设。咱来感觉咱的心灵真重要，咱来建设咱的心灵，诚做属灵的基地。彼得前书5章第8节讲，着积财，着谨慎，恁的对敌是魔鬼，亲像鸟会使四界行，来找找通吞食的食物。如果咱的心灵若无受装备、无警戒，有可能你着即个魔鬼亲像鸟的即个屎，甲你吞食落腹。但咱的心灵若向占领，咱的头壳若互占领，一切着去了。因为咱爱修咱的心，修咱的头壳，修咱的思想，亲像圣经5章第8节，伫彼得前书所甲咱讲的。咱着爱积财，着爱谨慎。愿咱的心灵勇壮，亲像约翰三书第2节所甲咱讲：所提的兄弟啊，我愿你万事为亨通，勇行，亲像你的灵魂亨通一样。咱做伙来读来。所听的兄弟啊，我愿你万事亨通，勇行，亲像你的灵魂亨通一样。伊减一个姊妹啦所以咱嘛爱去读一个咱甲兄弟改做姊妹来。所听的姊妹啊，我愿你万事亨通，勇行，亲像你的灵魂亨通一样。所以咱灵魂真重要，咱的心灵真重要。有一间教会伊写的大祷事项，伫因的周报有写一项的大祷事项，就是讲为着山西成瘾的人来祈祷。你是山西成瘾的人吗？愿主帮助咱。伊讲求主打破山西的成瘾，以及滥用药物等恶性的循环。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互咱的灵魂甲咱的身躯爱得到保守，身体爱健壮，灵魂爱兴盛，愿咱的心灵爱勇行。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无受到现代科技的捆绑。最近捌听到有的家长有想讲，阮的囡仔拢半暝拢还沉迷在网络上面，这样就过头了。所以为什么讲咱得爱积财，得爱谨慎？山西的产品毋是无好，是讲咱亲像食物件共款，适量就好。这个适量阁对你有帮助。譬如讲，即摆有赖有遮足方便的事，要做宣告，足方便的。阮较早我已经讲过这毋免讲第几届。我爱等因的电话因为较早无网络，网络无遮尔时行。电脑嘛无，电脑着爱 PC 嘛，较大台，你无可能对咧走notebook 迄时阵嘛，还无迄个 WiFi 等等，较无遐尔时行的事。我拢爱等因的电话。但是即届呢，所有咱事情2个月前，咱就开始咧作业就咧做遮个代志我逐工拢爱甲队长
联络吼。所以昨有访问队长的是队长叫啥物名？哦，李好，嘿吼，哦，你阁会记哩吼，李好，吼。所以我甲队长访问队长讲，恁当时开始准备2个月进前，嘛是透过山西的物件。所以山西的物件毋是讲无好，是讲有利益帮助伫你生活的内面无。咱来导航，对，这是山西的产品，互咱会当去甲导航的所在。咱要去啥物餐厅，咱会当看讲哦，即个评价几分？有人是透过迄个评价几分，较要去食迄个餐厅，对不对？所以这是利益咱的生活，咱诚做咱生活的工具。最近嘛有同工咧讲，哦，若无手机啊，真正无法度生活，真正。哦，着要紧转去炸手机啊！我当时啊，转来教会，第一拍会讲，我手机啊咧，哦，放伫厝，再转去摕。所以手机、网络也是山西的产品，诚做咱生活，望咱运用伊，诚做咱生活的帮助甲工具，但是毋是诚做捆绑咱的。哦，我上帝想帮助，第一，咱爱谦卑规范。亲像圣经所讲，咱宁可自卑啊，宁可互主，宁可自卑，免得主甲咱降做卑，免得主把我们降为卑。我们先要，咱先要对人谦卑，然后呢，对上帝谦卑，所以真正互上帝来带领。所以伫上帝面前谦卑的人。咱通看到伊心上是一个命运的人，咱看见上帝大开咱的手。约翰加里文，约翰加尔文，伊过身了后，伊的墓碑甲写2个英语字名，叫做爵西。所以伊的墓到底伫倒有人去甲看讲啊，伊的墓约翰加尔文加里文是解决宗教解决一个真重要的神学家。但是伊的墓碑只有写2个英语的字尔，所以伊无爱互世间人对伊有任何的留恋。伊已经蒙主恩调，所以讲我的世代结束，所以我毋免过头夸耀我家己。咱伊要留互后代的人夸耀上帝。所以圣经彼得前书5章第60节讲，所以着谦卑，着家己谦卑。咱做来读来，所以。着家己谦卑，伫上帝大开咱的手的，互伊到时高升你，互上帝到时该高升你。所以咱伫主的面前，咱面对人，面对所有的一切，咱先家己谦卑落来。所以基督徒，咱伫生命内面有上帝引带安排，所以咱伫咱生命有伊真好的安排，无论伫顺境逆境的内面。所以咱的生命。有时拄着考验，有时拄着试验，但是上好的方法就是谦卑来到上帝面前，互伊来引带。上帝一定会经过咱，互咱努力，互咱伫伊的引带内面，伊会带领咱。所以咱来放下伫生命内面的挣扎，愿意幸福伫上帝大开咱的手来引带，来带领。因为咱知上帝的手是。大阁有开力，是比人的手阁较可靠。所以咱第二，咱有交托的心，亲像彼得前书5章第7节，咱做下读来。恁用凡所话语交付伊，因为伊关心伫恁。所以这犹如的意思就是分开啊，就是转化分心。所以。原文的意思是安尼，所以咱若看落的是咱的心就会烦恼，就会忧愁，你的心就无法度专心专一。咱敢拢无看落的事，其实拢有侪项咱通看落的事，但是这看落就是互咱分心，会互咱离开上帝，互咱离开对上帝敬虔。所以彼得前书5章第4节讲啊，咱来将这看落来交互主，因为伊关心伫恁。好，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是因为上帝伊顾念，伊知影咱，所以忧虑有当时是无必要。所以既然上帝愿意，咱着将这看路来交托伊，互伊替咱担所有的重担。所以耶稣嘛讲，来就跟我，恁的担是轻，是快的。
所以愿主因带帮助咱，忧虑有时咱是无啥物好诶作用，忧虑嘛无法度解决问题。有时人诶忧虑是假诶，所以耶稣嘛讲，毋免为着明仔来烦恼，毋免为着明仔会食来烦恼。我毋知咱即几个工准备因诶食食，你有烦恼无？烦恼伊明仔要食啥？透早要食啥无？愿上帝帮助咱，是因带，互咱知天顶诶飞鸟，甲野地百合花，上帝还阁看顾，所以咱无比遮个阁较大嘛。所以咱将遮个忧虑来交托予主，因为忧虑有时你忧虑，就是否定上帝诶疼。你认为主袂看顾，袂引带，所以忧虑有当时是否定上帝诶能力，认为上帝无法度替咱解决咱诶问题。基督教诶信仰甲一般诶信仰无共款诶所在，就是真正是神诶即种信仰，因为真诶神顾念咱，伊会疼心，就知影讲咱诶需要甲欠缺。第三，咱爱追求复兴诶浪潮，咱爱追求复兴诶浪潮。有人咧问我讲，为什物韩国教会遮尔啊复兴？其实我嘛无真了解，但是我敢知影讲，去到韩国，你坐你伫高速公路也好，你伫路边也好，你也是去到山顶也好，你看落去，哇，足侪是物件拢算袂了。有诶人即个人算50几个，迄人算70几个，迄一个红点一个红点拢是一支是物件。毋知遮因有去甲所有看到即个情形无？还是你伫韩剧有当时你嘛会看到，它的背景就有很多的十字架，表示韩国教会非常的多。所以有人讲，伫韩国教会因面对复兴的原因到底是啥？因一定会讲到因过去所面对的苦难，因有即个苦难，才会当成就今仔日的复兴。因为这是有真侪流血、流汗、流血的性命，甚至为着信仰顺道，才会当成就今仔日的信仰。1950年，当韩国战争爆发的时，真侪北韩的基督徒因离家离乡背井，因为着要逃难，因逃难到南韩来。伫战争总共有3年的时间，逃到南韩的信徒因已经无厝啊，因嘛知影因无法度转去啊。南韩的基督徒着接待北韩的基督徒，听因将因的食物分互因食。所以教会拢是诚做避难的中心，真侪北韩的逃难的人落来了后，因做伙相甲分享因所会当食。伫战争的内面，要哪有啥物通好食？家己顾家己就无够啊！你阁会当去顾着别人嘛？所以这是伫因苦难的中间彼此分享。当物件拢食了啊，要安怎？就是去祈祷，祈祷上帝阁替阮避万后一顿。所以有啥物？伫韩国有一足侪祈祷山，就是安尼来。你看韩国人足少大箍的，就是安那来，因为食食无够，过去啦。这是一个牧师教我讲，你看因咱三比八因身材拢足好，因拢无啥物通好食。所以讲，伫彼前书5章第9节讲，恁对神坚固，着拄等于知恁众兄弟伫世间也经过这样的苦难。咱做伙来读来，恁对神坚固，着拄等于知恁众兄弟伫世间也经过这样的苦难。所以伫战争的内面，咱看见因过去就是彼此分享。然后透早就到教会一合，做伙读圣经、祈祷，甚至用禁食。有当时其实毋是禁食，是无物件通食，来经过迄段苦难的期间。后来读经祈祷、早天祈祷会，诚做因一种信仰的习惯，诚做韩国教会每一工一定爱有的活动，就是早天祈祷会。第二，因有感恩的心。等下亲像咱过去，咱受到美国的援助，迄叫啥？美元。美国援助咱有莲粉，阁有啥物粉？米粉。所以净重40公斤的切尾就是安尼来。所以咱看到过去，咱嘛受到美国援助，
其实韩国过去因战争了后，真侪国家嘛会甲因斗相共，甚至有个国家是派兵去帮因作战，就说联合国的部队吼。所以因到这时拢真感谢遐个帮因战争的国家。所以有啥物啊？因甲足侪国家真好，就是过去啊，因帮因打那个韩战，特别是美国，美国人伫韩战死上侪人，然后是英国、欧洲啊，甲土耳其土耳其，即个甲胡春有去参观因的战争博物馆，所有迄韩战的武器，遐拢有伫遐展览展示。因想到真侪基督教的国家，特别是美国，甲因的援助，互迄当时因的基督徒慢慢增加。后来美国也有足侪国家派宣教师去韩国做宣教，提供食物、提供衫裤的援助，嘛，互教会诚做临时会当分食物的所在。就咱亲像咱过去的美元迄个时代，过去咱嘛有因为人来教会领米粉、领牛奶粉，摕只二手的衫来加入教会嘛有，所以过去嘛有安尼的即种的历史甲记载甲经验。所以美国的教会伫战后大量来帮衬，韩国人因亲身感受到。所以当因经历苦难了，因有一种感恩的心，有一种感恩的心。第三就是因注重祈祷，所以因伫祈祷的内面，因找求上帝的艺术甲帮助。你敢知因来到教会，行礼下落第一件代志要创啥？祈祷，先来礼拜堂祈祷。其实因要找礼拜堂，我甲讲礼拜堂伫3楼，我带恁起来。所以因了后，我就看因逐个人就坐咧祈祷，这就是因的训练。然后要出门的进前，祈祷。所以祈祷诚做韩国教会复兴真重要的原因啊。所以你讲要韩国教会要讲因遮尔复兴，这是我感受三个。就是因有感恩的心，因有经历着苦难，而且呢，因注重祈祷甲义上。咱做下读彼得前书5章第10节各万行恩典的上帝就是捌伫基督调恁，得到伊永远的荣光的，伫恁暂时受苦的了后，家己要互恁招正、坚固、勇行。即段经节，那亲像咧讲，过去教会怎样受到迫害，了后佫哪样招正、坚固、勇行。咱知影彼得前书，即个作者咧写彼得前书的是教会开始受到迫害，所以伊爱勉励教会兄弟姊妹，讲受苦了后，你会招正、坚固、勇行。那亲像愈迫害教会。伊愈徛在早期初代教会嘛是，耶稣学生因拢是受到迫害，但是咱看到2000年了后的教会，全世界拢有教会，全世界拢有宣教师，这就是咱迫害，咱勇行，咱健全，咱坚固。无迫害的教会，伫顺境伤久，你会感觉讲就是过了真舒适。所以韩国的教会因非常重视祈祷甲义上，所以讲圣经箴言29章18、18，甲咱讲无义上民就放肆，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我上帝帮助咱，互咱知影万项的恩典拢是上帝来调咱，伫即个内面，互咱得到永远的荣光，就是咱受苦了后，伊互咱招正、坚固、勇行。当咱搁回顾马街来到泸州是啥物？咱迎接伊，迎接伊的是石头，是遮个人所看袂起的遮个物件，倒伫伊的心上，伊嘛承受。当伊承受了150年，咱的教会还搁徛在。迄天你有看到彩虹无？迄天我要去微风运河的路哩，我的查某囝讲回头讲彩虹，阮随落来翕相。这就是上帝所予咱的应允。伫风雨了后，那做大船、大水了后，上帝予人的应允，就是晴，就是彩虹。愿上帝心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
爸上帝，你听阮，互阮伫万行恩典的内面，就是主你已经赏赐互阮，因为你呼召阮，诚做你的囝儿。阮相信即个是永光的，是永远的。虽然阮的性命有苦难，阮知影这些苦难不过是暂时。愿主你坚固，互阮得到招成，得到勇行，互阮的心灵勇行，互阮伫心灵的内面，主是属于主的，是你圣神永远带调，无受到任何的攻击，无受到口屎来吞食，无受到魔鬼的搅扰。愿主帮助阮，阮的心内是火热，是愿意为主做工的，是愿意为主来献上一生，献上阮的时间，献上阮的性命，献上阮所有，来互主你采用。愿主你帮助阮，阮献上祈祷、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感谢主，请咱即时咱来因回应诗来学了上帝。308首，308首，阮要唱歌来学了，阮要唱歌来学了，请大家起立来吟3首。我
来介绍新的朋友甲报告。才有一位新的朋友，这是雅慧的朋友哈，听讲是来家短宣的，今后他是一位弟兄，叫做陈宏明，陈宏明在哪呢？来欢迎他，欢迎宏明。感谢主。那请招待再赠送他礼物。他已经是基督徒了也已经受洗，感谢主。那再请关怀组再来关心。那不晓得还有没有新的朋友？有新的朋友，我感觉顶落后壁敢一位新是袂？足久无来见面。捌来过，捌来，好欢迎个佫有无？佫有新的朋友无？好，安尼我即摆来做报告。教会消息的报告本会的消息小会2月、8月、10月、12月第一周的活动，礼拜了后要举行发展小组聚会事工的演习。第一次要伫8月第一个主日，就是后主日8月初6来举行。要敬邀有志的来参加。第二，感谢主呀，感谢韩国3一教会短宣队大人甲囡仔总14名来到伫咱罗州教会来宣告，伫26号到明仔载，这个时间，那伊即摆听讲因伫个教主日小等下应该是会起来，咱等者才甲欢迎来欢迎甲感谢安尼。那嘛真感谢这段期间咱教会同工拢伫遮来关心因的3顿，也陪伴传福音，招待等等，让感谢主的愿主来纪念所摆上的一些同工，愿主纪念。那再来今仔日呢，大约伫12点左右，教会1楼有准备爱餐。请赶快让迄年长来先出菜啦先用餐落尾请同工来会当来休息这个善后整理这个1楼的部分请同工来帮忙。那第4，8月初5暗时7点半要举行敬拜儿乐的培训会即天真特别要邀请廖玉珍老师以及因的敬拜团队要来到咱当中。那请咱本会敬拜儿乐团队的成员包括主领，也是配唱、乐手、音控也是有兴趣兄弟姊妹会当来参加。那过来后礼拜主日是联合的礼拜同咱联合礼拜9点。若要举行圣礼典，请咱用恭敬的心来出席主的爱餐、圣餐。那要来要做阵来庆祝这个父亲节感恩礼拜，所以邀请大家会当踊跃出席做伙来庆祝，做伙来甲主同祭祷，甲蒙主赐福。第6，咱怡娟牧师有开办一个合唱团，伫拜日下晡来，要去上课已经敢若是上课2遍啦那有兴趣唱歌的姐妹们会当来小兰长老报名。那咱教会嘛要开办8月2，这是仁和长老要来授课，那有时间会有谁有兴趣的欢迎来报名参加。下面周3家己地方这种固定的还有第9的，如果特别咱就是如果教会庆祝150周年有老师真济人力啦、物力、财力那邀请那有感动兄弟姊妹会当来关心代祷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
那团体消息，请家己过目。那具体的部分也大家来关心，来为教会具体来带导。那告解消息吼，有一个所在爱更正是荣珍的名写了唔对，黄荣珍长老，黄荣珍长老才对，还有其他交界消息，当地一老公布嘛来看，这时3一短宣的团员已经在外面，要看3一短宣，韩牧师，来，我们要拍手，来，掌声！我们的3一团队，韩牧师带领之下，有总共14位成员到我们当中，感谢。要
稍微介绍一下啊，那我们有14个人，哦，那当中有韩基牧师，还有金惠顺牧师，哦，那还有队长，队长，哦，还有所有的成员，所有的成员，那他们有几个是家庭一起来的，那个队长的家3个家，还有照相的帕松组他们的 family， 4个人，还有妈妈带女儿来的，李富颖，还有崔姐妹，崔姐妹，还有他们是夫妻，他们在泉州住了10几年，会讲中文，我会讲一点点的中文，待会10点半10点40咱们比一老有爱的交流，他们也会在那里，然后11点他们会上来做华语礼拜，好，那我们再次拍手谢谢他们，谢谢，感谢大家。因拄仔伫1楼咧教助理210点9点15到10点真的好感动哦，听到会掉眼泪。韩国3一短宣的队员们，感谢你们。Welcome Luzhou Church. Jesus love you. Jesus love you. God bless you. 萨瓦迪卡。감사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 感谢主，我们都是一家人。感谢主。昨天他们表演之后，他们会学我们讲萨瓦迪卡，他们知道意思。好，那个我们来唱最后的微变诗哈，微变诗，咱来唱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因是煞请国成牧师来祝祷，请咱大家起立来吟。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听从，圣神的感动，常常引带帮助咱，互咱经历短选，互咱有快乐，互咱经历传福音，
所受的苦，嘛所受的成果，感谢阿罗主，愿圣神因带咱直到永远无煞。阿门。